第14章。過兩天是逾越節，又是除酵節。祭司和文士想法子詭計捉拿耶穌，殺他，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百姓生亂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着一樽珍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，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。有幾個人心裏不喜悅，說：任何用這麼枉費的香膏呢？這香膏可以買30多銀子周濟窮人。他們就向女人生氣。耶穌說：由他吧，為什麼為難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為常有貧窮人與你們同在，要向他們行善，隨時都可以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他所做的事是他盡他所能，他是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無論什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，以為紀念。12門徒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他們又聽見歡喜，又興許給他銀子。他就沉思如何得更把耶穌交給他們。除酵節的一天，就是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逾越節筵席，要我們住在哪裏預備呢？耶穌打發2個門徒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進城去，必拿着一瓶水迎面而來，你們跟着他。他進哪家，你們就對那家長說：夫子說客房那裏，好讓我們門徒在那裏吃逾越節的筵席。他必指示給你們一整齊的一間大樓，你們在那裏為我預備。門徒出去進了城，遇見正如耶穌所說的，他們預備逾越節。到了晚上，耶穌和12個門徒來，他們坐席吃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與我同吃，要賣我了。他們就憂慮，一個一個地說：是我嗎？耶穌對他們說12門徒中，我攬子在手盤那裏那個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經上所寫的，那賣人子的人有禍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他們在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祝謝，就擘開遞給他們說：你們吃着，這是我的身體。又拿起杯來祝謝了，遞給他們，他們都喝了。耶穌說：這是我所立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神的國那裏喝的新的日子。他們唱詩歌就出來，住橄欖山出去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都要跌倒，因為經上記著說：我已經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但我復活以後，在你們以先住加利利去。彼得眾人雖那然跌倒，我總不跌倒。彼得說：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在今天我那裏基提2次先，你3次不認我。彼得極力搖地說：我就是必須與你同死，也不能不認你。眾門徒都是這樣說。他們來到一地方名叫客西馬尼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坐在這裏，等我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同去。就驚恐起來，極其難過，對他們說：我心裏極其憂傷，幾乎要死。
你們要在這裡等候警醒。他們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若可行，便叫時候過去。他說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將這杯拿開，而不是照我意思，只要從你的意思。耶穌回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西門，你們睡覺嗎？不能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確然願意，肉體卻是軟弱了。耶穌又去禱告，說的話與先前一樣。又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們不知怎樣回答。第三次來，他們說：你們現在乃然睡覺安歇吧，夠了，時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那賣我的人近了。說話之間，忽然四門徒裏的猶大來了，特刻拿許多人拿着刀棒，從祭司文士長老那裏同來。賣耶穌的人給一個暗號，說：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。他們把他拿住，牢牢地捆靠地帶去。猶大來了，隨即到耶穌身前說：拉比，便與他親嘴。他們就下手拿住他。旁邊站着的人有一個人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的僕人耳朵斬了一刀，鞘了他的耳朵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帶着刀劍來，如同拿強盜嗎？我天天在教訓人，同你們住在殿裏，你們沒有拿我，但這事成就應驗經上所上的話。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。有一個少年人赤身背着麻布跟隨耶穌，眾人拿住他，他卻丟下布赤身逃走了。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裏，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文士、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遠遠地看着耶穌，一直進到大祭司院裏，和差役同坐，在光火和烤爐火。大祭司長和全公會的人尋找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，卻找不着，因為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，只是他見證各不相符合。又有幾個人來作假見證控告他，說：我聽見他說，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，3日之後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們就這麼作見證，也各不相合。大祭司起來在中間問耶穌說：你為什麼都不回答呢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不是什麼呢？耶穌卻不言語，不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想問他說：你是稱頌者的兒子基督是不是？耶穌說：我是。你們必要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大祭司撕裂衣服說：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我們已親耳聽見他這按切的話了。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。有人吐泡沫在他臉上，又蒙着他的臉，用拳頭打他，對他說預言吧。差役過來打他，用手掌打他。彼得在院裏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侍女，見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說：你素來是與他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不認識，承認說：我不知道你，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。於是出來到了前院，隨即叫了那侍女，看見他又站在旁邊的人說：這也是與他們一黨的。彼得又不承認。過了不多時候，旁邊站着又有人對彼得說：你真是與他們一黨，因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發誓地說：我不認識你們這個人。
立時雞計叫兩片。彼得向耶穌說的話，雞叫兩片的意思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想起來他就哭了。